接下来关心外国学生嘅来到台湾，好眼嘅5年文化一道，对人用嘅看台湾，人哋咪做得好多意度喎。俾到喺鼓勵優秀嘅外國學生嘅來台灣讀書，政府係提供嘅台灣獎學金，下個華語文獎學金，到今年已經提供嘅12幾億，申請嘅人數會有1100個，係最多嘅100。To learn traditional Chinese characters。外國學生嘅對天母藝人嘅所在來到台灣留學，愛體驗全新嘅身份，還有你去到高中校嘅所在做短期服務，就會想愛深入嘅感受無共用嘅經驗。對美國來嘅生學，2年前去到金門參加英語服務嘅教學，而對金門就有過深嘅印象，所以去年伊就申請嘅台華獎學金，我來台灣讀書。Before I went to Gene Men, I looked up things on the internet, and there's not much on the internet about Gene Men or even Xiao Gene Men. But I've lived in a city my entire life, so it was a very good experience living somewhere where it's not a city, it's just a few towns, it's very peaceful, so it was very good. 你学一个语言，你就可以比较了解说那个语言的人，所以你会比较可以了解他们的想法。一條來台灣嘅國際學生嘅出題好知識，並希望大幫有機會來學華語文，進一步會了解台灣嘅多樣文化，來重視自家，含做大家自家嘅經驗，同台灣菜體連結強化。那我們也希望透過外籍生學成之後，不管是留下來或者是回國去就業之後，把台灣的研究或者是把他們國家的經驗帶進我們自己的科學研究、高等教育發展或者課堂上。大幫課程也係課外發通，同台灣學生嘅互通，按呢相互就會韓國有國際視野。另外，教育部統計對2012年到今，外國學生嘅人數對303年增加到50萬人。因畢業分別對世界各地來，希望等人畢業嘅歸到自家嘅國家，會聽推廣台灣文化。按呢台灣啲國際學就會韓國多年了解。下個新聞，齊永尊、陳欣怡特別報道。